呢個時候咧，我哋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去傾下先啦。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成員林琳，早晨。大家早晨。你好，你好。尋日成件事先講嗰個嘅紀律調查嗰方面嘅部分啦。你自己點睇成個事件或者嗰個嘅紀律調查嘅結果又係點咧？我諗今次嗰個結果咧，最主要都係揾翻係邊幾個人員負責啦。咁今次都 identify 咗幾位同事係應該係有直接接觸處理當時嘅文件啦，亦都警覺性嚴重不足啦。咁中間咧就為咗3個涉事嘅呢個人士咧就問責啦。咁我諗呢一件事其實都睇得出咧，政府咧對整個事件咧其實係嚴肅認真咁樣去處理。因為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呢件事其實引起嘅嗰個輿論啊個反應係非常之大啊，大家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詫異，點解會出現啲咁樣嘅情況咧？咁樣咁今次結果係即係好快咁樣都叫做揾得到咁多即係。interview 晒咁多位同事後揾得到呢3位同事係真係有失職方面啦，咁所以咧我諗呢一方面咧我見到咧都有嚟緊啊另外2位同事亦都會作出一啲相關嘅一啲即係內部調查嘅一個程序啦，咁亦都貼切到其實上屆即係立法會我哋嗰陣時係有討論過啦，其實係要優化呢一方面嘅一啲獎罰分明嘅一個狀況。但係整體喺涉及到3個嘅物流署人員啦，有2個頭先都講到啦，係要即係會展開個紀律研訊啦，按嗰個嘅裁決嘅懲處。咁另外咧就其實3位咧都話，即係如果係未達頂薪點嘅人士咧，就係停發呢個增薪點嘅。喺嗰個處分力度方面咧，或者個嚴重程度方面，你自己覺得係咪相稱咧？我諗停發增薪點就係第一樣嘢必須要做㗎啦。咁點解咧？因為大家都見到佢係調查完之後，發現呢3位係同佢哋應該可以負責得到同埋 identify 得到嘅能力似乎不符嚇。其實都比較清楚嘅，即係佢應該佢呢個職級佢應該要做嘅嘢已經咁樣形容啦，佢係把關嘅。咁把關嗰度都有咁大嘅錯失咧，咁首先可以做到嘅咧就係增薪點嗰度嘅停發。咁另外確實內部應該係點樣處理咧，都真係要經過佢哋內部紀律聆訊嘅。有陣時我哋睇即係公務員處理呢一方面咧，就好難真係用相隔個角度嚟去處理，因為佢程序啊各方面咧都會比較複雜。咁 that's why 咧，其實我哋上一屆都有將佢哋簡化咗啦，呢一方面嘅一啲程序啦，有將啲時間啦，內部處理嘅一啲流程啊嗰方面咧，其實已經簡化咗。我希望今次其實內部調查出嚟嘅個時間性啊，唔使好似以前咁耐啦。其實今次咧都提到話，即係處內一啲人員咧就係欠缺警覺嘅，譬如尋日局長都有提到啦，欠缺警覺、判斷力、分析能力呢啲問題咧都係存在一個普遍性咁。點睇其實處內話有一個普遍性嘅頭先講嘅呢啲能力嘅不足或者欠缺咧？我諗最主要個問題應該就係一啲叫做嗰個程序做得多而畫咗眼。咁大家都知道物流署本身對標書啊各方面係比較多。咁我亦都相信呢幾位同事佢可能係對呢方面嘅文件，即係唔同嘅標嘅唔同嘅文件咧，你都知細項非常之多。即係我哋都申請過一啲政府嘅funding，其實細項非常之多。咁有錯失嘅情況都會有。咁佢政府人員有陣時咧都會去即刻打翻俾個申請人嚇你呢度漏咗你搞翻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因為呢一啲咁樣嘅情況而令到佢叫做做慣咗手勢而冇咗個警覺性咧？咁呢一方面係一定絕對需要提高嘅，因為我諗始終佢哋首先啦，我諗係文化上佢哋要知道佢係揸緊公帑嘅嗰個叫生死大權下揸住，我究竟批定唔批？咁佢個責任性就係話我需要睇清楚每一單究竟佢情況係點樣？如果有懷疑咧，作為佢職級之上嘅呢個要求咧，佢一定要向上去報嘅。咁向上去報，上級去幫佢處理。咁呢度好明顯咧，係有同事咧喺呢一度咧就疏忽咗。咁如果呢個情況，你頭先講就頭先都有提到啦，佢話普遍性。如果係話，如果所有同事都係咁咧，咁其實我哋第時嘅一啲標書咧，其實係有啲危險嘅。咁如果係既然係咁樣，即係 unfortunately 啦，今次用呢一種方法嚟提醒各位同事，以後處理呢一方面咧，可能真係要
小心啲，因為始終講真，我哋有一啲咁樣嘅懲罰機制，並不是希望想懲罰更加多嘅公務員，我哋係希望嗰件事係可以完善得到，而杜絕呢啲咁嘅情況發生。整體你覺得仲有冇一啲細節要交代？因為有啲意見係關注未有即係公開嗰個調查報告啦，包括有人都提到話，譬如如果個結論係話未能夠達到與其本身職級同埋經驗相稱嘅水平，咁究竟呢啲人士喺具體事件之中做咗啲乜嘢錯嘅行為咧？咁你覺得有冇需要再多一啲嘅交代呢？我相信市民都會想知道確實個情況係點樣嘅。咁因為佢哋經過內部調查咧，應該都有私隱條例包住咧相關嘅資料。我唔係太清楚咧，係咪可以原原本本咁樣將件事咧原本咁樣講出嚟？包括咧可能之後大家話，你內部研訊成點啊？查咗啲乜嘢啊？佢受過啲乜嘢處分啊？究竟係邊位啊？咁呢啲咧可能咧某程度上因為法例嘅相關嘅問題咧，佢不能完全咧係向外交代。我諗呢一方面應該俾翻局方嗰方面去回應翻，或者處方方面回應翻會比較好啲。有關於係即係政府亦都檢討咗成個採購機制啦，一個專責小組嘅報告。頭先都講到話會有4個嘅方向咧，即係聚焦去做一啲優化措施，包括制度啊、工作文化、部門之間嘅通訊嘅即係信息通訊啦，同埋係咪可以用科技等等嘅咁。你自己有冇都關注呢啲嘅建議當中嘅邊一項嘅冇啊都？有啊，其實即係文化就一路都關注緊㗎啦。諗制度優化各方面，我相信部門對上一次優化都唔會係近期嘅事。咁我諗最主要其實係科技應用。因為而家咧講真，造假嘅更加越嚟越容易，大家已經可以用一啲軟件下將一啲文件變成啲乜嘢樣，你基本上用文字指令就得，你完全唔需要識 Photoshop 啊，唔需要識其他嘢。咁如果我哋要入一標書或者一啲證明啊各方面嘅東西。我哋會唔會同時係有能力去做咧？定係佢哋嘅 knowledge 佢哋嘅知識啊，係咪可以去到嗰度？咁首先要睇睇我哋即係譬如話公務員學院就住呢方面係咪需要即係去教一教啦？第二樣咧就係佢哋可唔可以辨識呢一方面？咁其實而家內地咧有一啲叫做即係 AI 嗰方面嘅政務一啲工具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咧去做一啲分析。咁呢類型分析咧好難用人去完全去做嘅，咁去做一啲數據嘅類比啊，各方面啊，希望可以見到中間有少少問題咧，佢會去 prompt 翻嗰個用家啦，話俾佢聽，呢個可能有啲問題。咁其實我諗呢一類型嘅工具啦 ，AI 工具啦，其實我覺得係特區政府因為每年啦都採購唔少，或者甚至乎每年都有唔同嘅項目，都會有呢個咁類似嘅標書。咁其實我哋應該咧諗一諗咧，點樣將呢件事 implement 翻落去政府嗰度，因為而家我哋都講緊整體政府各方面嘅一個 AI 提升，咁既然係科技提升同步進行咧，我諗呢一度咧應該係一個幾大嘅範疇，睇下點樣可以應用得到。好啊，唔該晒林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林琳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